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嘅日頭下日講講。一部啊，我想去賣肉送本阿妹。呢條講呢就讓我講賣肉實鋪啫喎。第一，看嘅色有圓毛，有條毛。第二，睇，靠嘅肉嘅身啊有兩毛。第三，切嘅硬土。因為啊，當到假嘅肉啊，係用嘅塑膠啊，冇咗玻璃做嘅，都有可能啊會刮壞體哦。冇想到啊，嘅二條歌唔但將大嘴鼓講到好，連嘅鋼天寶物咪動斬了哦。係講唔相信哦，行落去睇看啊，就對了。葉公子啊，前幾日咧，我去種下了，係啊，我就啲種頭啊，昂啊昂咧，行出去散步啊，行車咯，樣啊，唔多我本來看到一個老人家學一條貓誒，實在哦，老人家學貓誒有乜好奇怪啊？哎呦，該兩時我是急到啊，夾去2錢，10萬元，老阿爸，呢條貓誒嗬，我當中醫10萬元買本來好冇？乜嘅啊？一條貓誒要10萬塊，咁乜個品種嘅呀？按貴啊！咁乜個品種？嗰就萬喺路邊啊，看得到係土貓誒啊！一條土貓要10萬塊，幾昂睇嚟呀咩？哎呦，咁貓誒係冇乜嘅，唔過學貓誒嗰隻細貼嘅哦，嗰時係一定一個好東西哦。樣係講咯。哎呦，我啲個撩貓嘅時間，我就鏡頭看個細貼嘅嗬，哈，不管哦，夾個台底啦、油料啦、做工啦、樣式啦，嘿，老雙禮拜嘅撲賣費當個成舊嘅一隻貼嘅嗬，窮樣，一隻5萬美金。咁得錢哦，唔錯啊！唔既然看中意係嗰隻貼嘅，唔做嘛唔可以賣貼嘅，我賣幾條貓嘅啊？唔點會賣雞啦？雞比啲都講個貼嘅按得錢，雞幾吊得嚟講家私哦，你有個啥？哦，你欺負人家老人家唔知行情嗬？唔係講係欺負佢啊，實在佢都唔知啊。再講啦，個按好嘅貼嘅，迄個一下冇生意哦，俾佢打爛踢，俾佢打上嚟啊！跟係呢一下40萬元，然後佢買了條土貓嘅，同時咧喺佢隔離下貼嘅，唔係當野蠻咩？心機暗藏哦，嗰叫買冇？買咧，算錢算到當歡喜。哎呀，就升高了。哎呀，唔過啊，就啲藝老佢慘上講嚇，嘅咩藝帶走了，你啊貼嘅嗬，根本係好冇，嘿，打死佢都唔肯啦。奇怪呢，都咁木做地度，佢貼嘅唔似係熊貓嘅嗰種貼嘅嚇。藝威啲啊，佢佢就唔肯係當啱哦，藝找個價10萬，佢係唔肯買。做乜樣嚇？個阿老阿伯講啊，佢咩位啊？唔做得帶走，你啊貼嘅啊，藝天出去留下來。做乜留下來呢？哎呦，細下子嘅，講怕唔先好，藝用你啊貼嘅嗬嚇人啦，可以藝學買啲200人條貓嘅。哈！個老人家哦，必然行得緊，行得後哦。唔過遇到按水啊事情哦，唔欠喎。講起像正經嘅窮樣。你咁把個態度啊，唔好當係騙咯。我正經是得10萬元呢，你唔信，唔來我卡看，嗰條白狼貓嗬，行錯啊！就是咯，肯定係面床單啊，歪對死。唔過正經看唔出來，正經看唔出來。冇想到你條講按有水準，那有熟悉古董嘅嗜好哦。我們有卡電視當個有可能上節目冇？你上電視啊？哪個節目啊？就寶物監天台。呢個節目我係知啦，專門請個專家學者來監聽寶物，一下講啊，一翡翠係品種嘅 A 貨得2000萬，一下講呀司法古董係假100塊哦，3-4隻哦。唔會查，就係嗰個節目啊，初本日啦，請嚟去錄影，喺嚟做介紹嘅寶物監聽專家。哇，竟然看到當道嘅寶貝啦，寶物喎。有啊。依個後生條係拿隻法眼嘅，拜託藝攞佢監家。經過藝專業嘅監聽以後，藝當場宣布，
呀，发行的好东西的，是宋词艺谣的。哇，这就搭太险了呀！哎呀，呀，好长条几条的，也不管哦，还这个六样呢。天发卡也就打不夹吧。讲好消息了。阿爸，飞唔出嚟啦，阿咱讲啊。嗱，跟俺父啊，去亞視嘅教成次啊，跟笠錢嘅嗬，笠到個發硬嘅嗬，一專家今天講啊，跟係宋詞哦。那個專家都亞視笠錢嘅笠到嘅，按到宋詞。哎呦，節目效果完全就係節目效果啦。就一種木水，哼，還專家。哎呦，跟係完全係配合演出啲啊唔啲啦。我快要講咗嚟啦，像唔到呢啲觀眾啊。咁唔少好看嘅貼喺裏邊哦，跟面豆豉，跟面一寸少一寸大嘅水樣呢。然後日日上節目，嗌到嗬行得好看嘅專家本人挑戰，我嗰種無根無實嘅樣相。聽嘢講，我哋嘅見唔得人好好嘛啊！嗌到呢下係有人請嗌上節目做顧問，嗌叫佢叫做學會唔掂嘅。話要講上嚟啦，啊！你當到事情都傾愛人咯，唔得啲嘅啦。啊，像嗰條顧東顧安咯，喺藝島啊，對藝島咧收藏家來講嗬，係有一股啊致命嘅吸引力唔掂啲。致命嘅吸引力，唔做得比上你嘅冇？做得啦，就拿咧泡茶紫砂壺嚟講好啦。紫砂壺唔用呀？你想看啦，做嘛有條一支紫砂壺嘅幾百萬，咁有條紫砂壺啊，佢幾百塊嘅啲。擺攤咧都冇人愛呀！哎呀，做嘛不愛用哈？哎呀，嗱我講啦，你啊一看哦，維泰嘅藝術品嘅背後嗬，聽說有一段感人嘅故事。係哦。哎呀，就拿呢支紫砂壺嚟講啦。佢做乜揾得錢呢？係因為呢支紫砂壺嗬，佢係名家親手做嘅。哦，做呀茶壺嘅人就特別有名。哎，要咋我講咗啦？你啊做呢壺嘅人啊。記得都有自家嗬，特別好嘅奶質，特別嘅味素啊，佢自家去挖嚟做嘅，啊挖啦挖嚟挖久落去啊，有條特殊嘅奶質咯，就挖脱去嘅啊。哦，想要再做一隻，窮樣根本冇可能咧。係啊，韓國啊，也經過年長日久，也經過了戰亂啦，天災人禍啦，你啊名家做嘅幾副啊，慢慢的啊就會爽到差唔多嘅啦。哦呦，這就真嘅係物以稀為貴了。後邊啊還要行個歐巴事情咯。乜嘅事情啊？兩個名家，臨死以前，佢就散盡家財，然後所有流落在外嘅嗰條富啊，全部輸繳轉來。做馬佬佢全部買轉來啊哈！佢就想到佢後生嘅時間荒唐嘅事情啦，故所佢看到了條紫砂壺啊，看到了越看越唔滿意啊，就一罄不存啊，全部嚟靠牆牆。唔錯啊，佢呀一隻幾百萬嘅紫砂壺，要用擺現啊！哎呀，呀有啊，牽涉到難愛一段感人嘅愛情故事啊！哎呀，講下腳到嘅啦，係。啊，中國機啊，就呢幾副啊，就係呢個名家啊，佢嗬劉蔡司唯一嘅作品啊。佢哋行上以前做嘛，我老佢買轉來啊哈。啊，跟住收藏家嗬，係個老人家，啊個老人家佢唔買啊，唔係名家唔買啦。佢做嘛唔會買佢啊？你係認為啊？呢幾副啊，係呢名家送本呢老人家嘅丹頂唯一嘅紀念品啊！哦，看來係一個天錢之物。哎呀，呢老阿伯嘅嗬，心事重重，頭下太氣啊，天天就講啊，哎呀，該兩事啊！嘿，唔係講你頭殼也冇死神，你紫砂壺哦，我咪得唔到。乜解啊？頭殼人家唔死神，結果賠你一隻茶壺哦。跟我就咁講啊，講呢個名家，佢也有荒唐嘅後生史啊。我能發現，按有名嘅大藝術家，有頭殼人死神嘅嗰種癖。唉，啲古董古玩嘅啊，破破胖胖幾啊10年。呢2年咧，
我就有得到啊无穷样的心得咧。哎呦，你有乜嘅感想啊？我就讲啊，嗯你下中国大陆哦，热钱很多，你像嗰啲市場上哦，尋到值錢又好嘅東西嘅，冇按改咧。有樣假使本嘢就嗬，見險見果啦。嘿，係啦，前一步嘅呀，我啲菜市場啊，看到一個老阿伯妹嗬，佢做生意嘅方式嗬，提醒我咧，有樣誒，你讀到內行人嚟啊？也唔係啦嗯，佢有啲嘅菜攤嘅條件啦啊，插幾排嘅，排到尾啊，寫定幾隻詩啦，哦個詩寫定講啊，三體七鬆。三體七鬆，啊，哎呦，那唔了解咩？嗯跟外國滿堂啦，像你條古董古眼啊，全部就係歷朝歷代出土嘅文物啦。我意思係講哦，你直接落去挖下夾嘅啦。乜計啊？討厭你的風水哦，那好像有報應啊，我講。我問個嘢，我就到對方嗬聯絡好以後，我買張機票哦，直接變到河南去。哎呀，就直接到三體嘅嗬。係啊，好出啲嘅哦，一個啦，亞無風格嘅安布條。嚇，重點係啊，嗰隻風水嗬，跟嚟嗬，黃焦焦嘅趙傾傾嘅呢，嚇，韓國啊，跟楊婆錯啊，邊人黑講呢？有乜嘅意思？你下就代表講佢冇偏愛啊，你係以錯啊，古老嘅老風水啊，啊有樣，迄講喺新埋下嘢嗬，也表示你本人憋到咧。咩？請講我就是到風水啊，挖開嚟以後，根據對方講嗬。你係係以錯嗬，係朱朝時代嘅古木。係哦。係啊，你個我講你係乜嘢木嗬？一時半刻嗬講唔清楚啦。唔過看你係樣相看起嚟嗬，天錯係唔係歸錯，就係朱後嘅古木。真嘅？係啊，咪有一件事情係想唔記啦。乜嘅事情？就我哋打開嚟嘅時候，我就見到兩隻頭蓋骨。哦，一隻大，一隻細。哦，一老一細。係啊。個太當然係你老朱後嘅啊，係啊，個細呢，個天錯，有啲上無咧。係啊，一細到底係乜人啊？嚇？我後看半年以後，幫佢上到咧。哦，係乜人啊？天錯係朱後細嘅時間。亂講吧。好啦，既然入嚟嗬，要一到乜嘅部分冇嚇？係啊，仲講一句啦，個離開嘅時間嗬，像嗰啲乜嘅槍筒啦、變種啊，我一先哦，我冇帶啫。假講嘅，佢暗藏，你想帶咩帶唔走？我就帶隻細頭髮嚟添。想帶隻細頭髮嚟嗬？乜個細頭髮嚟要乜嘢？我拿到以後出去啊，我嚴死潛嘅乜個輸不起嘅嘅人啊，係咪尷尬呢？拜託，佢唔係輸不起，佢人都輸富比。哎呦，搭機係乜嘅比啦？嘅撲米講嗬，輸開帶個拍樹台哦，當生意哦，攞個細頭髮嚟啊，接過去啦。哦，驚爽到古文物。係啦，我就講啊，羅教人嗬，人係今天嚇，看你啊係時主時代嘅，也係動主時代嘅。佢啊碰麥講點樣講啊？個撲米講就少少天乜嘅都冇講啊。點樣我搶手唔講翻咯？係啊，到底係乜嘅時代嘅藝術幾多時看到表山啊，佢都唔講啊。係啊，急公布答案啊！波米佢講咧，講乜嘅？我說唐先生，你這個陶钵不是西周，也不是東周的，那是上周的。啊？您要是不相信，後頭還有落款呢。還有提示？我夾變過了一塊錢點燈，寫乜嘅啊？微波爐專用。你聽下，熱講講。哦，呀，綜藝節目按摩了，用喊你做呢。那陽息做500塊呢。禮拜嘅下晝吼，連天氣都按摩了。齊順剛，那 NBA 球賽前日那打過，點會要做？100-123，看100-100，看都會死啦吼。用幹呢？唔做你人誒聽數一下冇？乜講啊？佢草本嘢唔係買你嘅私募鞋區啊，我嚟俾我睇下啲鞋啊。哦，
用啊，唔係講我落嚟鄉下釣嘿。鄉下釣。這幾杯唔係說明書嘿，像按聰明按強嘅節目誒，即夾對啊，就好啦吼。哎呦，佢係佢按重要按到錢呢，捱呢年我冇辦法釣啊！拜託啊，攞嚟聽書一下啦。啊，就係一球就係一場比賽嘅關鍵。一球賽，佢唔係前一張比過蘇東差嗎？眼見馬公佢咁難看啊！哎呦，你都啲結果咧，攞嚟聽書一下啦。那個數字高，前一打籃球嘅時拗到咧，哇！然後美寶戲，我艱苦啦。咁有樣。唔講我老唔講，運動輸送吼係一接有嘅事情，美寶戲吼就喊咱唔是掛心啦，歇困下就好咧啊。就係一球啦，我傳不記，佢帶唔入去看，唔看，唔通。黐線㗎，唔一年中係阿你哈。嘿，了解得了，少宇哦，訂錯間暗名，超有名嘅法國餐廳，話我係跳 VIP，佢要送法國甜點咯。哇，暗號啊！我要送很了解，走步佢先。既然電馬街時間唔做咧，繼續落去啦。唔家下唔係講也從比賽輸贏當關鍵咧，家下唔係講嘅數字頭拗到，美寶戲，俺哋行咗嘅事嘅發誓太長咯。哪有？唔正經係哦，講到10、7、8、8嚟做，講到做肩頭叫大通啦。馬街7、8、8呢？呀哈吼，是係我意思，發誓太長呢。呀7、8、8嚟做，係客家一定讚嘅師傅呢。講到10咯，7、8、8嚟做，就係講啊，講到10就走天嘢啦。哎呦，哼，講到做肩頭叫大通，唔講呢，喺唔做事情就肩頭叫大通，一下數字頭破，一下又胃痛，理由一大堆啊，根本就唔想處理啊。所以吼，係愛惜唔做，冇錯，就係講黐線㗎。好啦，我聽講吼，要攞人釣海龜啦，唔過唔講乜嘅。我本小魚電梯叫你食飯了。講到10、7、8、8嚟種，講到做肩頭叫大通，也句話係講呀，好事又難事做。講到10哦，就走天意啦。係講哦，我喺佢做事情，就開事情一大堆嘅理由啦。像眼烏卡嘅屁股股嘅細腳啊，阿屁股就係安尼啦。大伯啊，都係釋放嘅時間，將搖一下嘅資料罐嚟。佢哦，硬是就啲當然嘅地方走過來哦。唔講咧，突然出去運動啊，一下唔係寫到嘅米下時，冇就試隻腳就神經咁樣啊，原來路來唔同哦。唉，呀，真係係講到10、7、8、8嚟種，講到做肩頭叫大通啊。接下來嘅節目咧，保證講到10。很難等天使唔肯走哦，接落去談困啊！鑼鼓四台總都有兩兄弟，阿哥生到斯文聰明，不過好些難做。個老太呢是戇當，不過老實肯做。個也愛四體了解話，留有一道天梯，力怕六畜，還過一條老牛股本記得。個阿哥是同老太講啊，我講老太啊，你下是愛當家哦，愛當年輕，騰手騰腳下冇慳，屋下嘅幾戶田啊，做錢本意去做好咧。阿哥啊，咁你主張就好啊。其實哦，你個阿哥啊，
佢係糾結到一群嚟漢先亞貴，唔上人上社，唔做頭日啉酒度假啊！個老太呢，年近江天，做生做死哦，冬夏冇割牙剔，條骨計錢啊！做錢本嫁過去，食酒度假死體了體去，個老太認份認做啊！佢講啊，個三寸有好說，唔會要到就好啊！有一日，依個老客先來到門前，度個俾人探長個乾蛇碗上來半吊錢。個太陽老太是出來講啊，阿伯，歹勢哦，拄好我下冇辦先錢呢，要到冷盤冷菜，貴下半年那是好咧。個老客說，心肝都是吃到當監視嘛，還是拿出一隻瓜子認本意，講。你好，是係新品種嘅冬瓜子嘿，你老幾種到個天豆毒啊，希望以為太賺錢哦。嘿，該昂老太那到了冬瓜子是老幾種到天豆毒，冬夏是雨水清多啊，那冬瓜經生經發啊，太多嘞，貴太片都係啊，冇嘅酒是有冬瓜好摘嘞。嗰啲咧冬瓜片冇嘅人嘅地方哦，有一座泰山。你坐山堂啊，有一太淺嘅口啊，看到個滿天嘅冬瓜，個眼部須頭是下來呀，青菜汁啊，青菜殼哦，跳到滿天嘅白冬瓜，相當會上癮啊！個老太是想啊，暗日好，我嚟天豆都能鋪等，幾上係黑口啊，還是前面隻將豬嘅蛇豬籠。老幾用槍布包好起來，即個農落豬籠都扛好，猛啲嗬。跟熱石頭啊，做些條條嘛，一下就水體去。半日後圈來到去摘冬瓜，大頭嘅後王就講啊，哦，做乜嘅一天冬昂要摘鐵太好嘅大冬瓜咯？呢度啊，夾老幾卡咗去啊！嗰條後圈哦是3萬條哦，乜到下夜3、4點，將老幾降到山頂實空都變好些。嗰後前哦有夾下山去摘其他嘅果作。該太嘅時節啦，老太想咧，還是老豬籠門打開來一看，哦，按到嘅金銀財寶進駐馬農咯，啊，我是唐講。個後哦，有隻恐怖嘅實控，原來是係地咧，夾拖一輛山下來，老佢撞到進駐馬攞金銀財寶，老佢踏好些，還是老佢卡轉屋下去，轉到屋下嗬，個大哥看到了金銀財寶進駐馬攞啊，還是門面煙油啊，心肝都是想啊，嘿，見不一眼不好，我係用兩隻大步腿，我係用開嘅，老佢開兩轉。我講講人，幹部幾時學嘅老太講嘅方法，幾咪農落嘅豬籠度去。到暗日後圈又來咧，又看到一隻大冬瓜，後我聽到為是夾老幾講咗去。個大哥看到啲豬籠度啊，幾時聽到就水沖狂嘅聲，啲心肝都是想啊，嘿。過了水沖狂是到後頭了，該是穩了，念書是咪要紅日嘅了？經常經常，還是老三台度嘅酒乾佬拿出來，打開酒桌都上來啉酒，呢兩時候，個後當都該不能有實別啊！個兩片係水沖狂，該片係泰山辣，下背還有萬重嘅침灘。個後有實別，個幾時咪用勁繞勁險啊？忙啲。你後啊，先繞一下，加個個酒啊，灑出來，溜到個後嘅鏡頭行，個後股就講啊，喲，奇怪咧，個做乜嘅呢隻大冬瓜會出湯咯？個老後真是講啊，昂後的事，個會出湯嘅冬瓜，個是面體嘅爛冬瓜，個食唔得啦，嚇，食唔得啦。該老佢卡咗去冇採工啊！調睇好咧，還是老你隻大冬瓜老佢調睇，凍一聲，該隻豬籠嗰邊嘅大哥啊，是침落침灘到基本去兩幫做蛇籠咧。你做按到啊，人心唔地足，
有千美难学，好心有好报，昂人有昂福。相信大家聽錯地道，也世界各地啊有眾多神奇嘅民間故事哦。地道呢有眾多嘅智慧，還有妖媚咯。從前本日啊，村前哥講嘅爛冬瓜，就可以改編客家中千有名嘅民間故事呢。大家係咪知道懂親切啊？我想啊，做人還係腳踏實地較實在哦。好嘞，下個禮拜今日嘅時間記得哦。準時收看日頭下日講講。